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日前，澳大利亞中餐聯合總會喺 Central Park Mall 偉洋海鮮酒樓舉辦新春敬老慈善午宴，邀請社區長者齊聚一堂，共慶新春佳節。現場溫馨熱鬧，充滿節日氣氛。活動當日，多位社區嘉賓、善長仁翁及義工到場支持，同長者共進午餐，互致新春祝福，表達對長者嘅關懷與敬意。主辦方表示，敬老愛老係中華文化嘅重要傳統，希望活動能夠為社區長者帶嚟歡樂同溫暖。宴會期間亦設有多個致謝同表揚環節。澳大利亞中餐聯合總會會長廖仁德向華人服務社主席李超浩醫生致送表揚狀，以表彰其長期服務社區嘅貢獻。創會會長夏秀忠向 Bennelong 選區候選人 Scott Young 致送感謝狀，感謝其對社區活動嘅支持。亞洲廚師協會總監 Johnny Zhang 向李宗恩頒贈感謝狀。喬治河市議員劉拿森亦向 Annie So 致送感謝狀，以感謝佢哋一直以嚟關懷長者，為社區長者帶嚟溫暖同關愛。劉拿森議員亦都喺宴會上致辭，向長者送上新春祝福，肯定主辦單位對社區嘅貢獻。主辦單位表示，本次午宴能夠順利舉行並圓滿成功，全賴社會各界善長仁翁及義工嘅支持與奉獻，展現咗社區守望相助、關愛長者嘅精神。未來將繼續推動各類公益活動，凝聚社區力量，傳遞更多關懷與正能量。澳洲社區快訊報道最新熱話，只要到 TVB、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我哋下次再見。